利益存亡品第七。爾時，地藏菩薩摩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觀是閻浮眾生，舉心動念，無非是罪，脫獲善利，多退初心。若遇惡緣，念念增益，是等輩人，如履泥塗，附於重石，漸坤漸重，觸暴心碎。若得遇知識，替予減負，或傳與父，是知識有大力故，復相輔助，勸令勞腳。若達平地，雖省惡路，無再經歷。世尊，習惡眾生，從纖毫間，變至無量。是諸眾生，有如此習，臨命終時，父母眷屬，而為切腹，以知前路，或懸幡蓋，及燃油燈，或轉讀專經，或供養佛像，及諸聖像，乃至念佛菩薩，及辟支佛名字，一名一號，歷臨終人耳根，或聞在本悉，是諸眾生所造護業，計其感果，必墮惡趣。原是眷屬，為臨終人，修此聖因，如是眾罪，悉皆消滅。若能更為，生死之後，七日內，廣造眾善，能使是諸眾生永離惡趣，得生人天，受勝妙樂。現在眷屬，利益無量，是故我今對佛世尊及天龍八部、人非人等，勸於閻浮提眾生，臨終之日，慎勿殺害，及造惡緣，拜祭鬼神，求諸妄，何以故？以所殺害，乃至拜祭，無纖毫之力，利益亡人，但結罪緣，轉增深重。假使來世，或現在生，得獲聖分，生人天中，原是臨終，被諸眷屬，造是惡因，亦令是命中人，殃累對便，晚生善處。何況臨命終人，在生未曾有小善根，各據本業，自受惡趣，何忍眷屬，更為增業。譬如有人從遠地來，絕糧3日，
所負擔物，強過百斤，忽遇鄰人，更負小物，以是之故，轉服困眾。世尊，我觀閻浮眾生，但能於諸佛教中，乃至善事，一無一滴，一沙一塵，如是利益，悉皆自得。說是遇時，會中有一長者，名曰大辯。是長者久證無生，化度十方，現長者身，合掌恭敬，問地藏菩薩言：大士，是南閻浮提眾生，命終之後，小大眷屬，為修功德，乃至設齋，造眾善因，是命中人，得大利益及解脫不？地藏答言：長者，我今為未來現在，一切眾生，成佛威力，略說是事。長者，未來現在諸眾生等，臨命終日，得聞一佛名，一菩薩名，一辟支佛名，不問有罪無罪，悉得解脫。若有男子女人，在生不修善因，多造眾罪，命終之後，眷屬小大，為造福利，一切聖事，七分之中，而乃獲六分功德。生者自利，以是之故，未來現在，善男女等，聞見自修，紛紛己獲。無常大鬼，不期而到，冥冥遊神，未知罪福。七日內，如痴如聾，或在諸司，辯論業果，審定之後，具業受生，微測之間，千萬愁苦，何況墮於諸惡趣等，是命中人，未得受生。在七日內，念念之間，望諸骨肉眷屬，與造福力救拔。過是日後，隨業受報。若是罪人，動經千百歲中，無解脫日；若是五無間罪，墮大地獄，千劫萬劫，永受眾苦。復次長者，如是罪業眾生，命終之後，眷屬骨肉，為修營齋，資助業道，未齋食境及營齋之次，
米金菜葉，不棄於地，乃至諸食，未獻罰贈，勿得先食。如有為食，及不精勤，是命中人，了不得力。如精勤護淨，奉獻罰贈，是命中人，七分獲一。是故長者，嚴浮眾，生，若能為其父母，乃至眷屬，命終之後，設齋供養，至心勤懇，如是之人，存亡獲利。說是遇時，忉利天宮，有千萬億，那由他嚴浮鬼神，悉發無量菩提之心，大便長者，作禮而退。